后来有关这个诺富特饭店为着这个病毒的防爆，新北市议员叶元之日前接到民众来压料，讲这个诺富特的医馆明明是做一般的旅馆来使用，但是却来掺染到检疫的人客。即摆阁有民众出面来指控，讲因集团70个人透过桃园市政府的旅游补助，到诺富特的医馆来住眠，但是拢无甲因讲，当时共一栋大楼还阁有机组员咧做检疫，是到群聚的事件爆发了后，因主动打电话来通报，团员才陆续来接到居家隔离的通知。这个民众是痛骂到桃园市政府螺丝冷气了。因讲，那因为隐瞒，互因这阵无辜的旅客来为着病毒，一定要联署来提出告诉。他觉得说会出现这样破口，他也不意外了，但是他觉得很难过啦。新北市议员叶元之则对接到民众投诉，讲诺富特饭店旅客分流做无确实，即马有民众出面讲，因集团70个人申请桃园市政府旅游补助，4月23住伫诺富特饭店，所无敢讲因住的是防疫旅馆。桃园市政府观光局出面回应，诺富特饭店刚有旅馆申请做防疫旅馆，一馆是一般旅馆。当时集团70个人住的就是诺富特饭店一馆，不过明明是一般旅馆，所有住当伫咧检疫的机组人员，伫咧饭店发生感染事件了后，阁是民众主动通报，这70个人才互通知爱居家隔离。华航提出了一栋的申请，就是外籍这个航空公司机组员的那一栋。那华航本馆并没有提出申请。同一间饭店所同齐直接检疫旅客和一般观光客防疫出现问题，到底是哪一个单位爱负责任？我们国境第一线的防疫旅馆诺富特饭店，居然是4不管的地带啊！部长认为民航局跟观光局有没有相关的权责？事实上，各单位都会努力来做，包括防疫旅馆，包括我们的机组人员的管理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在这个例外管理中，是不是有要加强的地方？我想这一部分，就由指挥中心来做一些指示哈。台湾守真久的防疫成就，即马出现坎坷，互民众质疑政府的管理敢是冷气啊？